琴晚臨瞓覺之前啊，就睇咗一個極之醒神嘅玩具新聞啊，整到成晚瞓唔到覺。原來 Bandai 咧就係佢嘅 Tamashii website 嗰度咧，就為咗慶祝超時空要塞45週年，就發布咗一個紀念商品嘅第一彈啊 SDF 一超合金。呢個玩具咧就請到公務一季去監督嘅。首先呢個超合金咧就係超巨大嘅，戰艦形態嗰陣時咧，大約就有65cm 啦，而變咗機械人嘅形態咧就大約有70cm，真係長過成隻手啊！又或者等於兩個以前 Takatoku 嘅 SDF 一嘅 size。另外咧 Bandai 亦都加咗一啲燈光嘅效果啦，佢嘅艦橋咧同埋個腳部噴射器嗰度咧就可以着燈啦。而佢個身軀入邊亦都可以睇到嘅城市仔啦。而嗰個城市仔咧，亦都有唔同嘅燈光係可以變色嘅。咁佢嗰兩隻戰艦手仔咧，亦都可以分體啦，亦都包括埋一啲飛機仔嘅。不過就唔係好多，得8隻嘅啫，就包括咗4隻普通嘅偽機理同埋裝甲型嘅偽機理。咁佢亦都包括埋其他機械人仔嘅。成隻玩具睇落去都幾 details 㗎。發售價咧就係99,000 yen。6月1號就開始預售，11月交貨。咁呢隻嘢出咗之後呢，就會唔會好似其他過往嘅傳統嘅偽機理玩具呢？一出就要俾人搶晒呢？啱啱先呢，就去咗一啲香港嘅玩具網頁呢，就查咗啦。有啲商家呢，就標咗賣5000蚊，有啲呢，就要收1500蚊預訂。我自己呢，本身就好鬼中意㗎啦，不過都係要及下先，因為話晒咁貴。你哋又點睇呢？會唔會買呢？總之荷包又要出血啦。